经过110年的这个08、09豪雨就发现到这个社区还是有一些积淹水问题的发生，因此我们争取了水利署的应急的一个改善经费总共我们有3040万元，那中央补助了1380万元，我们市府这边呢也自筹了1660万元来新建了一个4CMS 的一个抽水站体。那这个社区呢，过去因为这个地势低洼会有积淹水问题的发生，我想透过这一次的这个抽水站体完成之后，对我们社区的一个改善工程呢，这个淹水的问题可以做大幅的一个提升。较早若是落雨啊，是风台来的时阵，大家拢会烦恼，拢爱出来，下暗拢会困袂去啊，拢爱出来顾甲有当时顾甲足暗，才会当去休困。资源里的里长就是有去申请补助，佮含市政府公所才配合，有改善咱地方的饮水的情形。足感谢里长佮公所，佮市政府的斗相共。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北门区属于沿海低洼地带，强降雨来临时因排水不及而容易淹水。为了改善北门地区淹水问题，台南市政府陆续完成新围、三寮湾等抽水设备更新，以及加强部落排水沿线防护。未来也会持续争取经费，完善三寮湾聚落排水治理工程，让市民生活更安全。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而且北门的所在，咱看讲，这个过去就是三池社区讲伫08、23的时候淹50公分，110年就是2年前8月的时阵，过一遍大雨，但是有一点就淹水的这个范围有缩小，但是嘛是淹水，所以咱阁希望阁加强这个加大治水的力道，所以把这个抽排抽水抽水机的部分，由于1CMS 就是1秒钟可以抽1公吨的水抽掉。现在加大为5CMS，1秒钟可以抽5公吨的水，大家可以看到实际上的操作，那个排水的水位马上就降下来。用这样的方式，第二个加强这个部落这个防护，第三个加强这个水利的这个排水路的这个修护养护，第四个加强排水机组的替旧更新，有些旧的机组已经不好用了已经效率不好了，把它更新为新的机组。伫水路改善主体部落防护的这个部分要做好。第三，机组的改善这部分来加强，咱嘛是一步一步来改善希望讲伫这沿海较低洼的所在，较容易发生水灾的所在会当这个减少这个水灾的发生。另外是我们欢迎收看3月28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在台湾出生率创新高之时，安南区传来好消息，因为第20万台工人正式诞生。这是一位新生儿千里红红里，对此市长黄伟哲嘛亲自来到公所致敬奖座甲纪念品，共同见证这历史性的一刻。请戳气球。在台南市长黄伟哲、安南区长叶志明以及多位民代贵宾的见证之下，台南市安南区正式突破20万人。安南区其实人口增加很快，我记得在2018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刚刚安南区超越东区那现在已经突破20万人了已经成为台南市第2大行政区很久了，但是突破20万人是一个里程碑。那但是呢？我也承诺说，很多安南区的硬体建设，我们都一定要加紧努力，能够让我们安南区的生活品质还有都市机能能够更充沛、更充裕。市长黄伟哲除了亲临现场见证，同时也致敬市长特别奖，分别颁发奖座以及纪念品给第20万台工人，包含前后各一位。这第20万人是一位新生儿。
伫3月28號的透早10點27分，由爸爸林業展將火機送入後方里，因此非常幸運的成為第20萬代工人。我非常的開心呐、因為沒想到說剛好就是兒子出生，然後就變成第20萬個那個安南區居民這樣子。我安南區大概住了3、4年了，對，之前住北區，然後在安南區買房子就搬過來安南區這樣子。20萬的台江人的一個誕生，見證了一個都市的一個發展。那安南區已經進入到新的里程碑。那即將，因為我們的腹地也夠大，我們即將會成為台南市人口數最多的一個行政區。區長進一步表示，安南區基礎建設非常的完備，鄰近台南市市中心，生活機能非常的好。同時周邊有南科等一工業區，食頭路的機會非常的多。有這個因素，讓少年人願意移居安南區。另外，區公所為着迎接第20萬人所舉辦的抽獎活動，也預計在4月份抽獎，並在5月6號台江見證200棟大戲開演進行來頒獎。台南新聞楊順懷採訪報道。疫情期間，因為民眾坐公車需求減少，業者不得不大幅度減班，造成公車司機紛紛換頭路。不過現在公車運量已經漸漸恢復，但司機並無轉來。其實全國攏傳出欠司機，以台南為例，目前417台公車也欠30個人。去年底，台南迎接厝邊公車，閣是全新引進的馬路體電動公車，成為優化公車路網的第一步。不過，議員李啟偉近來接到民眾反映公車班次減少，囡仔等1點外鐘才有車，所以強烈要求交通局提升公車服務的質價量。一班吼安尼等真久吼，有當時甚至伫遐等吼，安尼有一班無一班的一個情形吼。这个有向交通局来做一个反映关心这也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呐这有那除了司机的欠缺各有因内部的管理也都有一些的问题那经过之前的一个关心了解所以也要求我们交通局加强辅导做好监督。疫情期間，因為公車需求減少，大幅度減班，造成司機紛紛換頭路。不過現在運輸量已經恢復到疫情進前的9成左右，只是司機人力攏轉到其他運輸產業，並無轉來。對此，交通局表示，已經向中央爭取駕駛薪水補貼等方案來應用。市政府嘛，全力來甲中央爭取有關公車駕駛人員的薪水的補貼，希望會當來甲薪水增加，互公車的駕駛會當閣留落來，甲市民呢來提供這個最好的這個公車的服務。公車司機欠人，不止台南，全國攏同款。目前台南有417台公車，司機也欠30位，所以希望班次會當做上好的調整，人力一步一步補齊。台南新聞顧文吉採訪報道。經營超過70檔的家具店，其中第3代柯以全帶來3位好朋友，做伙將家具店改造成一間咖啡廳，因為有特別的風格，也有法國藍帶認證的地點師傅進駐，去袂少網美翕相打卡。家具行內放佇各式家具，等待人客自行挑選。將鏡頭設到另外一邊，煞變成咖啡廳的布置。但這並非蝦米樣品示範，而是真正咖啡廳直接營業。4位年輕的好朋友結合各自專長甲優勢，在安南區富安路4段合開了7間不凡法式甜點。而這個地點過去嘛曾經是家具行的倉庫。家具行的頭家柯宗宏為了幫助少年人圓夢，特別將倉庫整理出來，讓因開店。後面這塊空間呢，應該是我工廠的部分啦。那因為就是比較沒有用到，那為了支持年輕人創業，那我就把後面這塊空間呢，讓他們來成立這個咖啡甜品店。因為我本身是經營家具店這樣子，那其實有時候賣家具這種東西，你賣到最後，你就會想說，其實我賣的不單單只是家具，而是一種生活的模式，一種感覺嘛，就我今天做了一張舒服的沙發，吃着好吃的東西，這是一個生活的一種樂趣。對，那我就說，我這個朋友，你在做甜點，又是法國藍帶學回來的，他說，幫我們家有塊空地啊，幫我們來弄一些那種
咖啡厅，但是我又不想要跟人家一样的咖啡厅，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场的几乎每一张座位啊，每一个桌子它都长得不一样。对，我的目的就是说，我希望你在不同的座位啊，或是不同的环境，你可以享受到不一样的感觉。店长黄俊腾表示，因为安南区过去较少有法式甜点店，现在有了这间店后，互民众免阁行去市区，伫安南区就会当品尝到这美味的法式甜点。那由于安南区这一带其实来讲，其实甜点店不多，那加上可能我们之后还会有规划所谓的餐酒馆的部分，对，所以这个地方来讲，就是它也还在开发。那我们也希望说，安南区的朋友就是除了甜点店不用再跑到市区，然后我们这个地方也有，然后大家座位是比较舒服、比较开心的，所以那当然是希望说这个空间是让大家可以多多的利用，然后也多多的享受这样的空间，这样。负责甜点部门的黄博维。过去曾经伫五宝村面包店服务，也因此爱上了烘焙工课。虽然不是本科出身，但为了增进家己的技术，特别前往法国学习，也取得了法国蓝带主厨的认证。大学的时候在五宝村打工，就是机缘巧合下蛮想要去做烘焙这一块，才选择去法国。那回台湾之后呢，我觉得在台湾的原物料上，其实比很多国家来得更好，只是我们可能在技术上没有这么的成熟。所以我才选择去国外去学习烹饪技术，然后才回国来做这个。那我们也希望说，透过这样的空间啊，让大家知道说，生活跟甜点，就是还有一些艺术品，算是可以蛮息息相关的。然后我们也是希望可以推广台湾人在地的口味，就用台湾自己的原物料去做。其实我觉得这才是台湾本身很多厨师该做到的本质。柯义全、黄俊腾、黄博维、甲刘卫伦、谢人发挥各自的专长。携手伫安南区开了不凡法式甜点，柯义全伫父亲的支持下，利用工厂限制空间开店。头前是家具店，后壁是咖啡厅的组合，就是希望造互民众无同款的感受。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该动漫民众千万唔通错过，因为目前伫新港3月8日一直到4月17号有设计7大主题区，要来重现经典漫界场景，加上会中超大的限量福袋甲纪念品，让粉丝一摆满足。2023木棉花翻转动漫季顶场，现场打造7大主题展区，包括《鬼灭之刃》、《间谍家家酒》等等，和未少粉丝纷纷提出手机啊拍卡翕相。有没有特别哪些比较喜欢的？就《间谍家家酒》跟99。《鬼灭之刃》比较喜欢《鬼灭之刃》跟那个利可利斯。除了主题展区，还有一个周边商品提供粉丝挑选，另外更推出主题福袋，每一袋拢有优惠之外，同时还有满额提好礼回馈。福袋通通都是超值下杀，那一袋都是680，数量有限。那其中最多人抢购的是《间谍家家酒》，还有我们的86不存在战区。另外，更搭配着翻转动漫季，动漫界上知名的商店也来到台南东部顶场，现场展售无同年代的红仔以及一个收藏。我们这个动漫快闪店东西非常的丰富，非常丰富。从70年代的哥吉拉到2023年的什么作品？东京复仇者、乌冬粉、花架，还有咒术会战，我的英雄学院，你们可以想到的所有的作品，几乎都可以在这边找得到。除了展览以外，还佫特别伫假日规划一个活动，将会有上强的 cosplay 大会师，另外更有周边商品限量发送。展览一路展出到4月17号，若是想要了解更加侪资讯，会当就网站来查询。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为了帮助高中无升学，或者是高中休学的青少年，避免行歹路，并且互因找到适合家己的人生规划，台南市理小协会也当来持续关心这群学生。今年因伫剧团、戏饼等各行各业的合作，要互因投入这场的体验，举办无同的探索课程，用无放弃的心来守护这群学生。台南市教育甲儿童青少年发展协会相当的甘心，20年来持续帮助无升学、无就业的青少年，透过团体辅导、这场的体验等课程设计，除了互因愿意回到轨道，更希望栽培因找到一技之长。
就是他的个性啊，包括他在原生家庭的一些那个做法啊、作风啊，他可能就是依照他自己跟父母亲或者是跟他的那个家人做了一些互动，那可能用他的方式只有单一。那在我们这边可以让他们可以随时改变他们的做法，然后可以正向的思维。那我们也是希望说，透过我们每一年的一些创新不一样的做法，可以让我们这些孩子可以很真正的杜绝他的一些那个负面的行为。今年3月28开学第一天，协会邀请市府教育、社会、劳工等局处以及地方法院调保室，甲协助课程的授琴舞蹈团等等到场见证，用多元课程来吸引这群失落学生，重新找到家己人生的规划。就参像第一届学员已经创业有成。青少年探索班就是辅导他们就学跟就业。那我简单跟大家报告，就是有一个孩子他不喜欢读书，他在学校有点受霸凌的样子，但是经过我们辅导以后，他已经改变很多，从不喜欢读书到慢慢，你们可想到吗？他已经大学毕业了，他也跟人家合伙开这个日本料理。然后你们现场看到的气球的布置，就是他在课程当中学习到的东西。年满15岁到18岁符合资格青少年，今年目前有19位参与，除了要接受140点钟的课，也有150点钟的工作体验，加半天的追踪，希望互因活出精彩人生。台南新闻军职何乔芳采访报道。今年为期16天的台湾国际蓝展已经闭幕，其中委贴甲农委会日前共同发表成果，包括参观高达326000外人次，以及未来3-5档外销订单超过112亿等等，甲去年比较起来，效益拢是大幅度成长。今年台湾国际蓝展伫3月19号正式闭幕以后，为了凸显真水的成绩单，台南市长委贴甲农粮署副署长伫这民代贵宾陪同，特别发表成果。不管参观人次、兰花销售、农产精品的业绩，甲去年比起来，拢有大幅度增加。其中伫外贸协会协助，未来3-5档的外销订单，竟超过112亿。那今年的这个直接的订单今年超过2000万美金所以说我觉得其实这个以这15天的蓝展来讲，成果是相当丰硕的。也希望说明年台南400年，我们台湾又主办这个世界蓝展，所以跟我们台湾国际蓝展跟世界蓝展2展合一，我们一定会办得更加精彩，会让大家收获更多，不管是农民，不管是消费者，不管是市民朋友们，不管是看热闹还是看门道，通通都有很好的收获。除了蓝展的直接效益，另外蓝展期间，台南市旅馆饭店的大房达到8成，假日竟超过9成，拢是间接的成果。同时，每年世界蓝展甲台湾蓝展2个展览合一伫台南，竟期待互兰花产业再创高峰。台南新闻军职何乔芳采访报道。为了展现戏剧的吸引力，传统艺术中心甲台南市文化局合作，来推动传统艺术开机线叶民间剧场的重新营造。该计划4月1号开始，特别伫台南市6间宫庙演歌戏甲布袋戏，重现过去厝边头尾拢来庙口看戏闹热的情景。由国立传统艺术中心所推动的传统艺术开机线叶计划，4月1号将伫下营上帝庙开演。市府文化局特别举办宣传记者会，由棉花园青年军才子王拍头阵，带来精彩的表演。
今年邀请到大地花园剧团、红明歌剧团、丹内乡歌戏团、秀花园戏剧团、小飞侠歌剧团、艺兴歌掌中剧团，拢是台湾上厉害的传统艺术表演团体。传艺中心特别呢有个民间的重塑剧场的这个剧场重塑的计划，都是带着大家，不管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还是孙仔囝哈，出来，大家来重新回忆传统戏曲，咱伫庙埕看戏的感觉。市长黄伟体也特别出席活动，伊表示，台南市为着推广传统艺术，伫先前有举办侪艺术节活动，希望透过这摆的活动，让更较侪少年朋友了解到传统文化。非常非常高兴，因为整体的预算跟金额传艺中心给了很大的支持。那尤其能够让传统艺术能够在各个偏乡每个地方都能够让民众欣赏得到。那高品质的一个传统艺术表演，那这点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台南市文化局表示，六场精彩演出包含东西方经典的传奇故事，并融合传统甲创新的表演手法，展现传统戏剧的魅力。邀请乡亲伫4月到8月这段期间，到顶前往庙口看戏。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台南大湾东百货已经连续14档举办圣诞公益点灯活动，借此鼓励学生将过程甲心得用文字画图的方式记录落来。该活动取各组的前3名，28号正式举办颁奖典礼。台南大湾东百货伫去年12月初，邀请在已经偏乡的学童共同参加公益点灯的活动。并且鼓励参与活动，将过程甲心得透过文字甲画图记录落来，并且公开来评选。一方面展现学生写作甲画图的能力，另外嘛，互小朋友一个反省思考的机会，培育手心向下，感受对社会有爱甲分享。感谢台南市政府还有远东集团每年募款帮助孩子们。这次办理圣诞节把爱分享出去的这样子的活动也有伴随着的是绘画跟作文的比赛，其实也是让小朋友的这个除了才艺之外，我们还有展现他的一个作文的能力跟写作的能力以及绘画的能力这样子的一个功能。那在这边呢，我想办理这样子的活动，也给小朋友一个反省思考的机会。他以后能够做好一个手心朝下，然后呢，能够认真的去同理去感受这个社会的对于其他的人要有爱，要有分享，然后呢，要认真的把自己这个准备好，以后做更多的服务。经过专业的评审，评选最后选出作文组前3名，由着三村国小郑雨欣、王新飞甲吴真安得到。而画图组则是由永康国小的胡玉新得奖。28号下午，由着台南大湾东百货的店长苏凤燕来颁奖表扬。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感谢收看3月28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顾文杰，咱再会。